东土无人焉，缺少女男，那时节为母。我无奈之处方舍我9、6子7将，凡监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，反一次不肯至。凡无奈何为母，我造下且93山坡弘罪乐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池，其来洗澡，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，天众佛自救醒来，不见母面，又不见先一邪，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生？4为娘，我悲痛泪源自呼唤尔众等速东奔，莫要再敛。如若是先一邪教与尔等哪个亦不肯再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，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，可引心泉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，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？言答3期末，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信清度佛缘，降道乃为救良善，降劫乃为收恶煞，血泪以于叹子归。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，莫结是所言正法也，而欲生万物品类。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，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。